场地就在那个工厂里面成立火事团。火事团完之后，你就开晚会，为他们自己开晚会。开完晚会之后，就在路上看研究班。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修办公的人应该都看上半天。开完班之后，每个人全部都在火事团里面全部吃素。3年后，5年后，每一个人同意在佛前都怎么样？18个心愿，回到上海开一间佛堂。上海当然在上海在哪里？所以你回去也要自己有佛堂。为什么？因为人家在墨西哥，就在开过晚会之后，就决定回上海开佛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海外反倒的地域，以及很多我们看不到人的巴基，回到我们自己的道场来看，我们应该要加强。但是该你们要学习，因为你们过1个月时间回到台湾，这个是我的。那么后续刚从洛杉矶回来，我去洛杉矶是特别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参访团，招收到哪里？到这个所谓的摩门教的大本营。盐湖城，也就是犹他州的盐湖城。盐湖城里面95%几乎都是什么？都是这个所谓的摩门教。当我们到摩门教去的时候，全世界80几个国家的代表的志工，全部在那里面接待每一天上万人的参观者。摩门教这个教文，它可以开到全世界80几个国家，就在摩门这个政府里面。那种所谓的很大的教堂，那种所谓空旷的所谓的空间，那种所谓最重要是人文的素质来自全世界各地，他们可以用华文，全世界80几个国家的语言他们都会，因为有志工在里面。有一个我们台湾大学的学生，毕了业以后，跟父母说，爸妈你要给我1年半的时间。我要到盐湖城去当志工，台湾大学的来去7位学生，为什么他们可以大学毕业以后，法律系的、建筑系的，全到当完兵以后，可以1年半时间没有任何的薪资，没有任何的所得，只有负责吃住在盐湖城的摩门教的总部，他们可以在那服务1年半，你就看看就好了。他跟他爸爸妈妈说：“神要我们相信神的力量，我们相信神的安排，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有一个使命，要服务更多的人。他们可以毕了业以后，马上1年半全部进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心里会感动啊，都是年轻人呢，他们那个教义，是今天或许有的部分要讲他们教义。”他们在无形当中把所有参观的人全部叫做我们道场来讲，就叫做全部叫做开始道路网平台，而且全部挂号，全部求到了，很厉害哦，5分钟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台湾的一贯道的以及全世界的干部，因为太远，不然真的值得带你去那个摩门教，值得带你去5分钟。他们各位兄弟姐妹。我现在没讲我的课，我在讲我的刚刚我来的地方，看到上海，看到纽约的，我讲一些纽约从洛杉矶，我又讲洛杉矶。他说各位兄弟姐妹，我们都是能让我们来到人世间相聚的3因缘，很亲切哦。接待我们那一组是2个华人，一个是中国大陆荷兰的州，一个来自香港。台湾的去介绍另外一款，任何的国家去，他们都有不同的语言国家跟你做介绍。你看那个中国大陆那个政府，各位兄弟姐妹，神的旨意让我们在这聚会，这是一份大的因缘。摩门教最大的教义，它谈的核心价值是家庭，它可以从家开始。他没有告诉你什么叫摩门教的教义，他直接告诉你家。谁让我们从家的力量里面去爱我们的家人？谁让我们从家的力量爱我们的兄弟姐妹？谁让我们从家里面去生的爱的力量去扩散到世界每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世界的关键的一个主轴叫做爱，你说容不容易？爱，他没告诉你谁要我们做了信什么？信神才可以回天堂，信神可以得永生，他都没有讲。他以家庭为主的爱，他说清楚。他说我们今天是爱的一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认同这个爱的教育宗旨，我们甚至可以大家一起来加入爱的家庭传播爱的工作者。加入爱的家庭来传播爱的什么工作者？很多哦，还有可以吗？有时候出来再讲两句哪里跑出来？那个单子多少单哦，都拿出来了，你知道吗？我们到底要多少单啊？他家做资料表啊，都拿出来了。那我们来做神的传播爱的力量，家庭工作者。哎呦，你哪一个不会写？你不爱你的家庭吗？你不爱你的世人吗？大概在这个没有传闻之中全部写嘞，黑就道德花好看。只有后学没有写。好了，现在这个不写，我来过了，你来过了，我没有来过，只会带大家来看，直接参加你们这种盛会。我来过了，哪一个那什么不是摩门经，哇，你们写了好多神的旨意。我说为啥我也要做谢谢？你们不说你只要给我传一句就好，他都给我写报告，你哪个这样就好？全团呢，那一天参访的所有各国，因为他是很棒一个很大的宗教参访团，上万人呢，唯一没有写是在做后续会，就因为我晓得他在这做入会，没有我们情况不下，但是你把你资料贴上去了。所以宗教那个入会是代表联络地址，但是象征性他们说，只要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他们就可以当作是他们的朋友。那你用道传的名义来讲，到时候一定都求道，因为他们没有求道模式，他们先把你当做教母的模式教母，他会不断的发很多讯息告诉你，他们自己的神的力量。他们讲的每一段话都经过设计，他讲的每一段话。甚至都可以让你感受到那种话，你听下去都会喜欢听。所以宗教市场越来越竞争。宗教市场来讲，当我们自己多发心，我们在一贯到这个区块里面，可能我们的范围也不会过大。他们真的很会引导。他说家，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摩门教的家庭里面，我们讲两个重点，我们要告诉每一个家庭的孩子，告诉每一个父母。爱的力量有多大？叫爱的教育。当在父母养我们长大成长过程中，当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希望父母依然健在。当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依然健在。当我有能力孝敬我父母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依然健康。成长中一定要健在。当我们能够报答父母的时候，父母要健康。为什么我们成长中一定要健在？父母要健在，父母不健在就不能养我们。那我们能够报答父母的时候，关键是父母要不要在？要健康。他把那个爱的教育以家庭为主的观念，在每一个短短的情报当中，让每一个人都会流泪。我后续就问说，为什么所有的宗教事工者都这么热忱的投入他们相关的教育教会工作？为什么？来自全世界80个国家，他们可以却在全世界大的国家里面有他们的总部。摩门教的总部在台湾，在金华街，也值得可以去参观，在金华街。为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各宗教那样的热忱？结果他看到我们的团体。也很特殊，他说你们是什么团体？一般我们叫不会问的团体，他怕你是佛教的，他怕你是什么？我说不要，我们来参考，你们一定是什么团体？我最后告诉他，我们是一贯道。他听到一贯道，大陆那个郑州的那一个小姐他听到一贯道，他说你们一贯道的，我说一贯道的。一贯道现在在内地办得很好我们那一贯道在内地办得很好他说一贯道在我们内地是不合法的。我说那你可能来摩门教太久，你不了解你们一贯道的发展。
你来这个太久了。现在在中国内地，我们讲过，1990年以前都叫做历史的，1990以后叫开始的。你一直在存在历史的概念，你一直没有去面对开始的，所以你可能在蒙门教的教义你的爱奉献过多，所以不了解自己的内在现在的发展。我就问他在内地有多少蒙门教徒？他说在内地现在摩门教真正信仰者20个人。中国大陆，我们哇，那你的责任重大，他马上让我回一句话，这个课就没讲到这个课题了，有8千好友是吧？他就讲一个，他说虽然我们在内地只有20个，我是唯一的种子，我有信心给我时间，我将会让摩门教的教义在我们全中国的内地把它开花结出结果，一个女孩子而已。20个人在中国，良心不会结婚，甚至在内地都不可能20个人，20个，所以你们就可以开花结果，遍地开花结果。一个女孩子，她就有这个志向，给我时间，我可以在中国内地开花遍地结果。结果他们听到我们是一贯道的，反而请我们简报一贯道的历史。我说这样子的，你们有80几个国家，我们也有80几个国家的，我有80几个国家的发展理念挺好的。坐在那边本来是参加的活动，变成2个地方互惠，他听我的，我听他的，就把相关的教育无形当中把它发挥出去了。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就看到，大家真的要记得，不要忽略自己的愿力。种子才种在土地上。荷兰的那位小姐，她才只是一颗摩门教在中国内地第一个在那边的种子，却有志向要开花遍地结果。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地方，不论你是来自哪个区域，来自哪个道场，来自哪一个道路中心，我们看有多少道心。假设我们不能够开花结果，代表我们愿力不够大，大家说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把愿力宏大，今天的修行一切都是表象。我还没在讲到一个问题之前，我跟大家丢一个问题给大家。这次在所有的宗教座谈会里面，有一个人问起了一贯道的普世价值是什么？一贯道的道心的普世价值是什么？也可以把这个问题问各位在座今天的各位到今天在这边的干部，你愿意一个月回到台湾学习？请问你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另外一个，他就谈到了宗教信仰宗教的普世价值是什么？我们今天可以很直接的说，因为最近后期讲课讲很多，所以声音很沙哑，不像过去你们听到洪亮的声音，所以这段话你们要慢慢的去接受。我最近这个声音很沙哑，课程太多了，声音还清楚吗？可以吗？可以啊，谢谢。宗教的普世价值很简单，就是大家很多人拿香拜拜，求一个平安而已，是不是？因为它简单，所以大家都会拜；因为它简单，大家都会拜。为什么那么多人上教堂？因为祈求平安喜乐，他没有压力。为什么台湾的庙宇特别多？拿香拜拜就是祈求，因为没有压力。所以你可以随心自由去参与方拜拜，但是那个不是叫做信仰，那叫做信徒而已。信仰是追随的教义，它永远不变的，那叫做信仰。信仰是因为为了一个价值，我们可以真正的在人之间奉献福禄，那叫做价值。一贯道的各位道亲问一个问题：坛主讲是下地一样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吃素，却不办道？为什么很多的人吃素，却不是下地佛？为什么很多人吃素，却不能够像我们一样上地走路？问题是在哪里？普世价值在哪里？信仰的普世价值在哪里？而且再把答案说一次，那么多人吃素，为什么不是佛？那么多人都当坛主讲师，却不变成佛路，他只当做一个默默的一个所谓的道亲者而已。那么到底一贯道的道亲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就一直谈应该怎样，结果后学讲了一段，以上所言是纯属个人的经验，绝非代表道场的公认，请你们一定要听清楚。以上所言是后学个人的想法，绝对不是道场的标准答案。后学讲了一段话，一贯道的道亲之所以没有办法把普世价值认清楚，是
是因为没有给人家真正正确的工作观。我们今天谈出讲师，你给他什么工作？今天谈出讲师，你给他什么责任？今天谈出讲师在我道场里面，他应该赋予什么一点点他知道的工作，他明不明确？当每一个人都很明确自己的工作观之后，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观的岗位上去做，不是这样子会出现。各位在这道歉，你们认不认同？我们就是太多道亲聚合在一起之后变成拜拜。不像今天大家这么样亲近，我晓得我回去就是为了开道，我晓得回去我就是为了办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很明确，为什么要上课？我们回去就是为了开道，我们回去就是为了什么？办道。这么简单，你们很明确。但是我们那么多的团体，我们那么多的组织，我们那么多的兄弟姐妹，为什么跟我们一样？他以为我们没有给他真正的工作观的观念，他不懂得做什么。我也是团体。我也是讲师的，你给他做什么？你帮助他给你做什么重不重要？摩根大的大学生，只要毕了业之后，进摩根大大学生的基础就是要出国1年半的时间。所以台湾有很多摩根大的基础，其实讲到这里有没有？所以全美中所有的全美摩根大大学生，他们首选第一个出国是哪里呢？台湾。很奇怪呢。所有我们教的教徒首选海外国家，第一个都选台湾的。为什么选台湾？你们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吃方便。受气了。方不方便？哦。方不方便？对。另外一个原因是生活方面以外，台湾人善良。台湾人真的很善良。在台湾的统治价值里面，基层的工作人员真的很，基层的百姓真的很善良。他们选到台湾的第一，但是因为人太多，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来台湾这样抽签，所以抽到台湾的叫做上签，抽到澳门不见得开心哦，抽到新加坡也不见得喜欢哦，那他们喜欢一抽出哪里？抽台湾。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看到的一个叫做修行者的统治价值，绝对要让每一个人有工作可以做。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从这个道场早就做到了，只是没有落实。所以我们今天办道的要问2个问题。懂了会不会做？懂了会不会做？做了有没有做好？这是2个很关键的问题。懂了会不会做？现在我们一般人会说懂不懂？懂啊，懂会不会做？啊，做有没有做好？懂了会不会做？做了有没有做好？那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了台湾，大家不断的回来学习，我们很明确的本质价值，记得2个问题，一个叫做什么？开道。一定要开道，开道过程中就不断的让人家进去办道。你把田地开好了，要不要人去帮助你？要不要？当你是好佛堂，要不要财主进来帮助你？需不需要？你负责开道，让更多人进来一起办道，那是你今天关键的所在。当你不开道，更多人没有办法办道；当你不开道，很多人没有办法办道。所以道亲再多，都叫做烧到了道亲的缘分。人再多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大家全部聚在一起会互相憋死而已，因为没有工作可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台州的故土土场，大家真正不断的在向上发展？我们今天有一个重点，固本土场就是让所有人力全部按部就班，让每一个人都有职务可以去工作，让每一个人都晓得自己的定位，那叫做固本土场。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很多道具聚在一起，我们必须先做一个关键，你们要开道。各位干部，你们要做什么事情？开道。开道要做到开佛堂。开道的关键就是开佛堂。佛堂不多，不要谈办道。佛堂不多，不要谈办道。你们1个礼拜办几场道？你们是干部，我讲话都不是很随性的。有时候要课程中也稍微反省一下自己，这样可以吗？可以吗？你说1个月办几场？1个礼拜办几场？1个礼拜办。第二个，你1个礼拜办讲几堂课？当你连这些你们都是干部，连1个礼拜都没有办1场道，请问跟着我们的人能够办多少事？当你们都没有什么事可以做，
没有办法全面发挥。道心跟着我们走，看不到未来的希望。那这很实在，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班中原来是很是非，我们适合各位前辈们都很用心。你一定要记得它有个主轴，这个主轴就是2个字是什么？开大。你要记清楚的，你这主轴是什么？开大。你要回答我，你要讲出来，你才晓得为什么要放这2个。你的主轴是什么？开大。为什么要开大？给人家办道嘛。你开道开出去之后才办道。任何的各位前不盖任何书面，他们把这个地方开出来了，谁进来？就他们几个人办累死了，是不是好多人聚在一起？他们开创了，大家跟进了，所以我们要做学习者，叫做什么？我们来开放，我们让更多人进来跟我们一起办道，那才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个关键。所以你要开多少道？你问自己啊，你要开多少道？你要办多少次？你可以办多少次，下面的人就可以怎么样？你倍数成长，他可以做多少次？1间公共活动跟5间公共活动的负责人责任不一样。1间公共活动跟5间公共活动跟50间公共活动，甚至到未来500间公共活动，意义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各位在座的要就做好，不要挂名。有名分那就办成功，不要下次再来。开道的人就是这份牺牲的精神嘛。我们今天为什么愿意坐在这里？我们就是想来办道嘛。但是你要办道，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一个礼拜办几堂？你一个礼拜讲几堂课？你一个礼拜办多少事？连你都没有事做，跟着人有什么前途？对不对？有认同给我拍个手，我可以记得住。再回答我一句，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怀疑一下自己。我今天迟到有理，我打算就讲课了吧，讲到现在，我赶快再讲你们第2节课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前面人要问，我办多少次？我办多少道？我连事都没有，我连道都没有办，请问跟着我们怎么行？所以我们今天的关键是开道。才能够让人家进来一起什么办道。所以你今天的主轴明白之后，听过去的课，你就会比较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做干部的人就负责开道。所以说我们看到正德书院，方美兰师、各位主任师、各位讲师，这些正德的老干部们不简单呢。你看，为了照顾各个道场，为了开放各区，有没有奔波劳碌？有没有照顾大家？没有华语滋润会有今天的成长吗？不可能嘛！他们开，你们办。现在我来讲庄经理，好像林立宝也在吴振生也在，各位讲师都在他们开，你们怎么样？你们办。假设我们今天说给来师，任何的给来师们前面门不开，你们有没有办法办？没有。你们在哪里？你们连自己的定位都定不住自己。就跟一般叫做众生，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门的开道，让我们做候选能够办道。要没有前人到台湾来开道，会有今天台湾人能够办道吗？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例子在课班里讲清楚，就晓得我们这个班的著作，我们闭完班之后结完业以后，回到你的地方，你一定很清楚，你是负责什么人啊？开道的人。你负责把道开出来，你要做好一件事情。要做好什么是凝聚的力量，让道心喜欢回到我们的家，要让道心喜欢回到我们的家。我们要创造人际关系，让更多愿意搬到我们跟我们在一起，你才有作用。随后呢，就是从这个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个班你们一定要发起多开放，让更多人来办道，让我们今天一贯道的普世价值会由办道里面的每个人的地位，让他在社会上能够真正呈现。那才是重要的关键。我们不是来拿香拜拜的，我们绝对不是把课听完就好的。我们负有的一个神圣的使命叫做什么？开道，让大家进来什么办道。我们负责开道，大家负责办道。用两句台东道主他讲的一句话：众生因你得救，你因众生成就。这是度化众生。但是当你把道开出来，众生越多，你也因为他的成就。就像我们今天庄经理林立宝、林给来师、吴正生、各位讲师，为什么得到你们的尊敬？他们没有去你那个
地方随着垂降的前人，大河前人，没有垂降大河前人到港澳，是不是？到什么的各道场去，新加坡也好，尼泊尔也好，到各地方去开道，会有你们吗？没有吧？所以我们有两句话，有五要当做开道者的一个作用，众生因你得救。但是你也不要开心，你没有众生，你就不需要成就。所以众生因你什么得救？你因众生什么成就？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开道者是得救。将来是一个什么成就？所以得救与成就，它是相互平等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说一次：众生因你什么得救？你因众生什么成就？所以你没有救众生，你不可能成就任何善业。不要只有做得好看，人家有因你连因都没有，人家有了你什么都不在，你今天白来的。所以在新闻中还有一段话嘛。不白修，不白走，有没有？不落后，不落空嘛。这人生叫做不白修，不白走，不落后，不落空。有没有看过这段序文？所以人之间的修行的白羊干部，我们今天既然当干部，你是开道的人，你就要比人家更有自觉，接受人家的磨练，接受人家帮你的什么所谓的锻炼，你才可以在人前上，在人之上。所以开道的人一定要受苦。不开道的人只有享受。你要不要开道？你要不要开道？所以要比人家再多做1个月嘛。有没有理所当然？有吗？那你回去会跟人家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你的概念是你是来开道的，你是来度化众生的。你度化的关键是，当没有众生，你成就什么嘛？没有得成就嘛？哪有成就？没有成就。所以后面就用几个单元跟你们说一说，好不好？来，先看第一个单元，来跟你看一个我们尼泊尔的那首歌，好不好？来看看好多志工好很不容易。第一个不是穿越喜马拉雅的爱，好不好？给我第一个啊，给我第一个。我不是有很多影片吧？给我第一个好吧？音响来，音控，给我第一个，来看看我们在尼泊尔志工所做的第一个。我不是穿越喜马拉雅的爱。有没有？对，来，好，来看看，来看看啊，我们的志工在那边工作，看看我们政府的工作质量，很感人哦。这就是实际的画面回来的哦，都是实际的画面啊，每一个都是。新加坡的那位讲师是吧？走过的那个尼泊尔第3位变身去了，你看看。志工啊，在尼泊尔灾难中所贡献付出，救灾的实景场面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受灾难，却有那么多人愿意进去帮助他们？那叫做道亲，那叫做爱的发挥哈。就是看着自己的家园啊。你看到这就是我们在做志工救灾的时候，要来50份，来500份。这些在风雨中没有地方遮风避雨。就是一个防护就在站着，这些小孩们就在风雨中期待我们给他的救助。这就是在郑和的佛堂前面的那个帐篷救灾的工作地点。露天就是他们的住处啊。
时候就会合十祈求上天了。这是我们做到最棒的一件事，100匹骡子带60斤的米，每一匹骡子都是60斤的米，送上3000公尺高原的山区，去帮助他们放羊这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共同帮他们盖的简单的叫做什么爱心屋爱心屋，能够遮风避雨而已，再做爱心屋。道亲在最苦的地方都看到他们的存在。你会重发心愿，因为你没有真正看到那么苦的地方。但是越苦，你看我们道心大家投入的人多不多越多。你看越苦，我们开道前来是永远没有放弃当地的道心，他们一样都飞过去。所以看到典城是到了尼泊尔就当作好像是什么人类中的救星，把它包围在一起。为什么在尼泊尔都是希望典城师多去一点？因为为了求道。最近所有在尼泊尔的山区，所有佛堂和所有的住家、所有的村庄全打就是佛堂的。如果只有1处，那叫做奇迹；如果只有2处，可能叫做巧合。在尼泊尔的地方，所有佛堂都没有过，却变成为所有尼泊尔苦难中灾民以及道经的一个趣味场景。他们就说道德可贵，所以你看我们再多的人去都不够贵。但是有太多的人还要不断的飞过去，因为越苦的地方才看到爱的所在。所以我们在尼泊尔见到佛堂是不够多，因为佛堂越多，他们当作他们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但是谁要去这些苦难之中的尼泊尔，看不到的道心，叫不出的名字，比我们更尊贵的比我们更尊贵的情操的这些兄弟姐妹们，他不需要让人家知道。一样的在当地，现在还在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要求到了12000多人，只要有给他出去，随时都可以给2、3千人。为什么大的尊贵在当地苦难中呈现？我们因为在太平的社会中，我们看不到苦难，我们也知道我们周遭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善良，却没有面对过困难。也许我们现在因为生活很好，我们没有看过灾难，所以我们不会觉得道的尊贵在哪里。我们真的不会改变，但是要话说回来，因为我们是上天给我们最不幸的一群，我们不需要去面对灾难，我们就可以发心办法。我们周遭不需要去面对苦难，我们就重新再发愿。大家说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要看到灾难，你才要发心，那也许今天不是你教智所在，真的不是你教智所在。所以老天已经帮我们安排好，我们的命比人家多好。你只要突发心愿，更多人可以得救。所以记得你要做什么事开大，你要做什么事开大，你要做什么事开大，看更多的佛法，帮助更多的人。不要说自己不可以，一定可以。来看第一个影片我给你看这个影片，非洲的影片我就给非洲的影片没有跑出来，没有跑出来。这是真的非洲的你要跟他共叠几层你要跟他叠几层一天走好几百趟赚1块美金生活费是1块美金你要注意看这个不是技术表演他还要过一个小独木桥如果是我们就摔下去了，是不是？
来看看都可以组成的砖头，看哈，第二，三了哈，4了啊，5、6、5、7、8、9、10，再一次。好，20块，20块，啊，一天要走几百趟哦，赚多少钱？1块美金。你说这种地方有办法求到吗？好了，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这就好了。不觉得的话，这里面给你看，当你去比较外在，你会珍惜自己。我们都没有比较过外在，你一直比较你旁边的人，哎呀，你比较我比较差，你们2个只会2个人比较，你们2个不能差不多嘛，有什么好比较？但是比较一下，看在那个的丢砖头的，大家说是不是？你们有什么好比较的？澳门的跟新加坡比较什么？新加坡跟东马比较什么？哎，吃只是吃的多，吃的少而已，吃多吃少而已。有什么？没有了。但是你看看这些人，生活费一天才1块美金，要走几百趟，就是这样的生活中，你说他有办法修行吗？我们有问自己这个问题就好了。各位大家看后学一下，点个头，有个道理。你看看这样子可以修行吗？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修行？你不要反过来问你自己，你为什么不能够修饭？命太好。所以障死自己而已，命太好，障碍自己而已。因为没有人告诉你，你真的很好，因为你会认为自己不够好。哎呀，我还不够啊，我还不够。啊，你跟人家比，你们好